大家好，我係溫依班17號嘅吳成欣。我今日會介紹俾大家睇一個公園，佢呢就喺朗一廣場，好少人知㗎咋。過嚟啦，快啲！我完成咗啦。仲有一個爬波波，出發！係啊，好似嘅。我依家準備帶領大家上落去啦，快啲去啦！唔辛苦。有咩秘訣啊？你只要好似個爪咁，然之後你爪實就爬到噶啦。爬咗上嚟之後咩玩啊？我俾個驚喜你啦，哈哈。仲有，今集就去到呢度啦，下次呢就錄多啲好睇嘅片俾你啦，拜拜。